大家入到嚟倉庫地下大堂嘅位置，對入咧其實就已經係嗰個地鋪位置啦，5000幾尺，樓底有4.2米高㗎。咁事不宜遲，入去參觀睇下先。而家入到嚟呢間咧係地鋪，咁佢前身咧係做一個釣蝦場嘅商鋪。咁而家入嚟睇睇個環境先。呢個單位面積大概5900幾尺。咁佢樓底高度大概有4.2米高。裏面咧已經有啲洗手啊咁樣嘅同埋廚房工具啊，已經齊備嘅呢個廚房。因為佢以前係做釣蝦場，咁可能佢有啲即係處理一啲食品嘅，佢呢個食品工場嘅間隔咁樣咯，可以。咁佢呢個係裏面係廁所啦。呢個單位就大概係5900幾尺，好實用，四四方方咁樣。咁另外呢邊有後門，同埋另一個女廁間隔喺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睇啲地鋪嘅單位，再聯絡 Ada 謝小姐一電。